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5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以赛亚书第6章第1到第8节，路加福音第5章第1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请离开我。我们会向谁来说请离开我？大部分我们会对不喜欢的人说，也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或是听到说这样话的人是小孩子，他们在哭闹的时候都会这样说。但在圣经里有一位成人却说了几次，他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。在今天的经文记载当中，我们看到耶稣第一次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，他说：“主啊，请你离开我吧，我是个罪人。”就是因为我是有罪的人，所以请主耶稣离开他。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。当然，我们知道，在这个此时此刻呢，彼得是完全不认识耶稣基督的，所以他才会说：“我有罪，请离开我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曾经说到，那个没有罪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罪的人才需要主的恩典嘛。所以健康人是不需要医生，生病的人才需要。耶稣又说：“我来不是要招义人，我来是要招罪人。”这是马可福音第2章17节说的。所以当彼得他说：“请离开我，我是个有罪的人”的时候，是完完全全的错误。因为耶稣来就是为了寻找世上就是有罪的人，这个就是上帝为世人所预备的救恩。但是我们一起来回顾彼得所说的这一句话，到底错在哪里？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了，就是说他知道他有罪，所以请这个没有罪的这个有神迹能力的耶稣离开他。虽然我们说他没有错，可是也不正确。这也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一段经文存在，因为主说他要赏赐赦罪的恩典，就如同以赛亚先知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，他说：“我完了，我惨了，因为我嘴里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洁净，我周围的人所讲的话也都不洁净。况且我还亲眼见了君王、上主、万军的统帅。”于是有一个6翼天使向我飞来，拿着一把火钳，夹住祭坛上燃烧的炭。他把那炭碰到我的嘴，说：“这块红炭碰到你的嘴唇，你的过犯都消除了。”他把那炭碰我的嘴，说：“这块红炭碰了你的嘴唇，你的过犯都消除了，你的罪都被赦免了。”好，我们是有罪的人，我们是不洁净的人，但是也因此我们就需要主，因为主的救恩就是要除去我们的罪，我们不洁净的地方。上帝不但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他同时也呼召了我们成为他的仆人。以赛亚见证说：“于是我听见主说，
我可以差遣谁？谁肯替我们传话呢？我回答说：我去，请差遣我。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，彼得为什么说请离开我，我是有罪的人？他的罪在哪里？是因为捕不到鱼吗？或是因为他看见耶稣能够知道在鱼群在哪里，他又可以指示他们去捕鱼吗？还是彼得有其他的罪呢？其实按照今天的经文来看，彼得的罪是骄傲。我们来看经文，他告诉耶稣说：老师，我们整夜辛劳，什么都没有打着，但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撒网吧。我们想想那个画面了哈，他的话的中间表出对外行的不耐烦，但是不过他也算好，最终还是听了耶稣的话去试试看。当他看到渔网中满满的渔获的时候，他马上说，经文这样记载，西门彼得看见这情形，就跪在耶稣面前说：主啊，请你离开我吧，我是个罪人。彼得所代表的就是像我们一样最容易犯的问题，骄傲。我们时常以为我可以，我不需要别人，我不需要主。这常常听到，特别是有地位、有钱财的人，他会这样讲，很像小朋友常常说的话一样啊，不要啦，不要啦啊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以为自己的能力足够，但是事实上对生命的问题我们是不行的哈。在彼得与耶稣的对话当中，他说：老师，我们整夜辛劳，什么都没打着。虽然彼得真正想要表达是说，哟，老师，我是专家耶，我都捕不到鱼的，我一整夜抓都抓不到鱼的，你这个外行人，你懂什么啊？虽然是这样子，可是相对的，他这句话也承认了自己的有限。我们再听听看，他说：我整夜辛劳，什么都没打着。虽然是一个专家，也承认有失败的时候。这个时候我们要靠谁呢？当然我们不能学习彼得说，请离开我，因为我有罪。我们反倒要向以赛亚接受主的赦免，反而要说，主啊，不要离开我，因为我有罪。这样才能使我们得到救恩，蒙主的赦免跟悦纳。如同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原先彼得也拒绝了主，但是当耶稣告诉他说，你如不接受我的洗脚，就与我无关了，彼得就说啊，那就帮我洗全身吧。耶稣就说，如果你身体是干净的，洗了脚，你全身就干净了。这个时候他才接受主。同样的，我们不能请主离开我们，反得要请主为我们留下来，因为我们需要他的救恩。主要对我们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鱼。今天这个呼召其实也是要临到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仆人，能够传扬主福音，得人如鱼，
诗篇121篇，我要举目向山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？我的帮助从上主来。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不会让你跌倒，你的保护者不会打盹。看哪，以色列的保护者，他既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上主要保护你，也要在你身边庇护你。白天太阳不伤你，黑夜月亮也不害你。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的灾难，他要保守你的生命，你进你出，上主都要保护你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不要存有骄傲的心志，能够谦卑的学习领受主的教导，不得罪主，甘心的领受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呼召，成为得人如鱼的仆人。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名，阿们。